如何設置語言？本章主要介紹 PASS 系統顯示語言及列印語言設置方法。第一部分，如何設置 POS 顯示的語言？首先點擊主頁面左側上方的三橫圖示，選擇設置以進入設置頁面。於左側選單欄點擊語言選項，並在右側語言列表的設備語言欄中選擇所需語言。當語言名稱顯示為藍色並帶有勾選標識，即表示已完成選取。點擊左上角關閉按鈕，返回主頁，界面文字將同步更新為所選語言。第二部分，如何設置 PASS 列印的語言？首先點擊主頁面左側上方的三橫圖示，選擇設置以進入設置頁面，在左側菜單欄點擊語言選項。於右側語言列表的列印語言欄位內選取所需語言。關閉設置頁面並返回主頁後，點擊左側交易記錄進入訂單記錄頁面，開啟任意一筆訂單。訂單總結將依照所設置之列印語言顯示，